如果而家約你去葵涌醉酒灣，你會去咗邊度？60年代香港開始填海發展工業區，呢條路就係叫做大連排道。喺呢度你會見到一大堆嘅工業大廈，不過喺熒幕嘅右手邊，你會見到一棟特別嘅建築物，由1975年落成嘅東海工業大廈，工業風加埋巴哈斯嘅設計，呢度真係幾搶眼㗎。呢度唔止係條路，仲係香港變遷嘅見證。我係邱總。